在今天摘橘子，我们带了很多橘子回来了呢。哎，今天最开心了，你看2篮呢，摘了多的橘子，对，2篮，哇，好棒哦！在这里可以来买啊，对， ，100块可以买一袋。因为钟先生有时候他在上面的果园这边工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直接把钱放进来就好。现在我们的亲爱的钟先生，介绍一下这边的橘子有多的种类。他自己种的橘子，自己种的，看这个好大，过年拜拜用的，叫做虎头柑。虎头柑，哎，虎头呀，虎头柑，哇，好大颗，好大个。啊！这个它会变成橘子色吗？过年的时候就会变成黄色的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它就是比较不好吃，但是肉比较老。这可以去拜拜，这个拜拜，这样很漂亮的，漂亮的，它就是要漂亮，要漂亮，对。 OK。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菜市场最普遍的叫碰柑，碰柑，它也是到时候就是下个月就会变成金黄色的甘醇口渴，这个以后生津止渴。碰柑 ，OK。它可以剥皮，也可以剥一半一半的来吃。可以吃了，这样子吗？对，哇，你看就是这样剥开的。这个，对。漂亮吗？日本品种，这个柳橙，肚脐橙，豆仔啊，豆仔丁。那我们闽南话叫发仔的仔丁。它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脐，所以跟柳丁不一样，有个肚脐，要到12月、1月才成熟。这个叫红帽谷，也是最近几年才比较新出的产品。它是属于杂交柑。意思就是可以剥皮，也可以用柳丁的方式来切啊。一半里面也是一半跟碰柑大同小异。甜吗？还酸酸甜甜，吃起来有恋爱的感觉啊。肉又红，你看这个汁又多。这个叫日本品种，它就是田橘啊，连皮吃。这个是。吃连皮吃，日本品种，它叫日本田橘，称它一口干，一口下去。这个叫金枣，它细长型的，皮甜肉酸，它成熟是到1月份，可以熬成那个蜜饯。日本田橘，宜兰的金枣，这个哪一种比较甜？这个甜，这个酸。敢吃啊！你敢吃？什么都敢吃。这个还没有完全一定酸啦，我没有骗你啦。这个用那个牙签把它抽一抽。这个还好啊。用牙签抽一抽下去，用糖那个叫冰糖熬。哎呦，这么酸，你敢吃啊？哎呦。阿波罗。红豆柳丁皮到时候变成粉红色的，所以新竹它地方也叫做阿婆柑，就是说年纪老的人他不敢吃酸的，就完全吃这个，完全不酸。到今年为止，招牌在这里产季都不一样，所以品种有20-30个品种。那我们从10月份开始到明年2月份。收结束。那目前我来介绍，这个是晚生大白柚，它的产季是11月下旬到12月初。人家说柚见飘香，放在客厅里，它会阵阵飘香。这个柚子味，这个是甜葡萄柚，
叫绿宝石，它有2个品种，一个是红色的，我们这个是绿色的，甜甜的。葡萄有2种，一种是酸的，一种是甜的。甜的系列啊，它只有这个颜色不会转黄的。品尝，好吃，好吃，这个东西好吃。你吃，我吃，你吃红帽骨，你吃，好吃。你坐在这里，你坐在这里干嘛？不是你的句子。OK。我的工作的薪水。